之前嘅片呢，我已經講過藝術產業嘅基礎，包括職業發展、藝術品同埋金融機構嘅關係，以及藝術點樣融入商業。如果有人認為藝術同科技係對立嘅，咁就絕對係錯誤嘅思維。今集我將會提出科技點樣可以為藝術產業造就未來爆發可能性。我會從策展方式、畫廊同埋拍賣行嘅升級發展，並且結合金融科技作為切入點嚟講解。參觀藝術展已經成為當代一種生活文化。雖然唔少人睇展嗰陣咧，下意識都只係覺得只要去到現場啊，睇到作品，拎起部手機影個相打卡 upload 上去 social media， 就算係完成咗一次嘅睇展嘅流程。但係對於真正想欣賞藝術嘅人嚟講，重點從來都唔係在於能唔能夠打到卡，而係更渴望接觸藝術品同埋創作者背後嘅故事。一幅畫、一幅雕塑，甚至乎係一張寥寥數行嘅標籤，對唔係藝術科出身嘅人嚟講呢，要從一件作品裏邊意會到藝術家真正想要表達嘅意涵，並冇想象中咁容易。我自己並唔係修讀藝術出身，讀書嗰陣亦都冇太主動去接觸藝術，或者同好多人一樣抱住偏見，認為自己根本睇唔明藝術，覺得藝術對生涯發展冇乜嘢幫助，甚至乎我所讀嘅金融財務亦都冇將藝術金融納入去正規教程。藝術嘅範疇極其廣泛，小至私人 sharing party、街頭創作，大至藝術博覽、舞台戲劇、演唱會等等，都係屬於藝術嘅一部分。但有 90% 嘅欣賞方式都係同透過眼球觀賞有關，呢個正係視覺藝術一詞嘅由來。而呢個名詞至少存在咗喺超過40年未被更替，亦即係講人類通過眼睛去欣賞藝術嘅方式，至少40年未有本質上嘅改變。若然藝術產業要有新嘅篇章，唯有令到藝術迎嚟高維度嘅升級，先能夠打破過往發展嘅限制。我認為未來藝術產業應該思考往全感官型藝術方向發展，亦即係全體感嘅沉浸式藝術。過去30年，人類科技打開咗互聯網 ，Steve Jobs 創造咗流動性嘅觸控螢幕。科技界啟動咗光學立體投射技術 ，TeamLab 將呢個技術結合咗藝術展示，一度驚豔世界。曾為科學熱潮嘅 Metaverse 加速咗 VR 同埋 AR 嘅技術升級 ，VR 眼鏡亦都因此而誕生。醫學領域嘅腦量子力學計算更進一步咁提升咗腦神經感觸同埋機械義肢應用嘅連結。透過觸控手套嘅器材，能夠俾大腦感受到模擬觸覺。盡管呢一項技術目前仍然係喺醫學研究階段，仲未曾係廣泛咁去應用。不過我相信喺 AI 算力嘅協助下，再過多幾年已經可以得到更完善嘅技術優化。我認為未來嘅藝術改革極需要從創作嘅表達方式開始。當藝術仍然停留住喺 2D 同埋 3D 嘅立體，佢嘅界限就只能夠被框限咗喺畫布、熒幕同埋實體工藝品當中。藝術結合科技，正係最有效咁打破展示空間同埋維度嘅契機。我嘅意思並唔係話指今日藝術品會失去價值或者會被科技取代，而係除咗欣賞純粹嘅藝術品本身，我哋可以更加透過科技延伸作品背後嘅 story， 例如大眾較為熟悉嘅莫內作品《睡蓮》。即使親身去到展館欣賞，參觀者往往都只能夠遠觀同埋拍攝瞬間，根本冇辦法去真正咁體驗到一幅作品嘅價值。若然未來策展方式能夠從純粹視覺升華到去全感官體驗，參觀者唔再只係參觀者，而係體驗者嘅角色，透過虛擬實境嘅 VR 視覺儀器，感受作品喺 MR 混合實境空間感，同時利用住觸控手套嘅虛擬觸摸，聞到蓮花嘅氣味，聽到沉浸式嘅鳥語花香，甚至呈現短暫嘅影像，模擬創作者身處嘅時空，活現喺藝術作品之中。都能夠做到呢個地步，好多具有歷史價值嘅藝術品就唔淨係收藏家嘅玩物，除咗俾嚴密嘅保安下隱藏保存，等待被下一次拍賣嗰陣創下更高成交之外，更能夠達到活化同埋提升藝術價值嘅意義。而呢個當中更涉及係持有權同埋著作權嘅延伸商機，特別係對於抽象派概念嘅藝術家，平面上嘅創作同埋現實嘅物理限制，往往係好難咁去完整展示構想嘅結果。若然能夠突破空間維度嚟呈現作品，利用 AI 技術同埋多元科技展示，就能夠將原本唔可能實現嘅構想化為超越空間嘅呈現。對於藝術家同埋策展人嚟講，創作同策展嘅難度雖然增加，資金嘅投放亦都會因為咁而提升。但係當藝術唔再係遙不可及，藝術創作者有更多元嘅展現渠道，藝術唔再係難以理解，產業唔再係睇上嚟毫無出路，能夠觸及並且開拓新受眾嘅機會亦都隨之而嚟。
講到藝術產業，如果講話創作係根源，咁樣包裝同銷售就係將藝術品價值數字化嘅代名詞，而畫廊同埋拍賣行淨係呢個環節嘅核心。一般人理解畫廊同拍賣行就係賣畫賣藝術品嘅中介，但從行業嘅真實角度嚟睇，佢哋係代表嘅呢係對藝術家同埋藝術品嘅認證同埋管理。舉個簡單嘅例子，女士手袋嘅品牌好多嘅，點解 Hermès 嘅 Birkin 能夠以超過1000萬美元拍出，但係就唔會有人願意以超過原價去買一個喵喵嘅手袋呢？我並唔係要去講話 Miss Prada 旗下喵喵嘅產品冇價值，而係兩者之間嘅差距呢係在於品牌嘅權威。藝術產業本質上就係以人為本嘅主觀市場，信任同權威代表住行業規則。點解要買你嘅作品？點解要從你手上去買？點解要由你嚟託管我買嘅作品？呢一啲都係行業裏邊最核心嘅學問之一。但冇辦法改變嘅事實呢，係畫廊同埋拍賣行嘅角色終究都係一個平台，或者講話係藝術品定價權嘅操控者。一旦平台失去光環甚至倒閉，除咗引發一連串複雜嘅法律問題，更難解決嘅係託管品持有權嘅轉移。曾經風魔一時嘅 NFT 成為金融界同藝術界為之瘋狂嘅話題。喺經歷投機味濃嘅熱潮下，宗教都難敵泡沫爆破，為投資者帶嚟嚴重損失。如今呢方面嘅 topic 已經係近乎銷聲匿跡。雖然我唔認同將 NFT 用嚟投機，但 NFT 所附帶嘅技術革新，我認為極具應用於喺藝術產業嘅價值上。世界上每一項科技成果都有佢嘅可取之處。NFT 本質上就係結合 blockchain 嘅認證碼。如果撇除咗 NFT 同交易價格掛鈎，更純粹地咁樣將佢作為藝術品嘅認證用途，能夠更有效咁樣保存住持有權同埋著作權。若果有喺畫廊同埋拍賣行買過藝術品嘅經驗嘅人都知道嘅，當你喺買咗作品之後，會收到一份由畫廊或者拍賣行發出嘅認證，上面有藝術家同埋代理人嘅親筆簽署同蓋印。若果係已故嘅藝術家嘅作品，就由當日嘅拍賣官親自簽署，並且附上拍賣行正印印章作為認證。買家嘅資料亦都會俾拍賣行記錄保存。正如啱啱所講，畫廊同埋拍賣行終究都只係平台。一旦倒閉，持有人日後需要再轉售藝術品嗰陣，若果冇辦法提出驗證，呢個就會成為咗一個不確定風險。藝術品嘅售價可能會因為咁樣而被調整，甚至乎冇辦法出售。若然藝術品嘅認證能夠以 blockchain 嘅技術被永久咁樣保存，而且唔可以試改，就能夠第一步咁樣解決咗繁複再驗證嘅需求。當然有人會質疑NFT 任何人都可以去生成，只要提前生成或者複製作品，係咪就能夠盜取持有權呢？呢度我認為值得去稍作延伸，深入探討著作權同埋持有權。著作權係指藝術家同埋創作者作為第一人稱，從0到100% 完成嘅作品，擁有解釋權同知識產權。喺作品未出售前，創作者同時具備住作品嘅財產權，即係原作嘅專利、複製、公開展示、發行、出租等嘅權利。即使有第三者冒充或者係提前生成 NFT， 喺目前國際標準嘅專利法下，都係可以被定性為侵權行為，而財產權係跟隨住持有權嘅，亦即係話原著可以將佢嘅持有權出售俾第三方，但係唔會因為咁樣而改變咗佢係擁有住嗰個作品嘅解釋權同埋知識產權。而賣出個作品之後呢，因為持有權已經轉移，喺唔侵犯解釋權同埋知識產權嘅前提下，第三方可以公開展示、再轉售同埋進行金融抵押。當中最容易觸發法律問題嘅呢，係將個作品用於商業用途，因為可能會構成侵犯知識產權。喺之前關於 Super Gallery 嘅片裏邊提到，畫廊多數都係藝術產業嘅一級市場，負責銷售從未喺市場流通嘅原作。市面上嘅畫廊為數都唔少，比起一啲嘅小型嘅畫廊，最容易遇上法律問題嘅呢，反而係嗰啲規模越大嘅畫廊。小型畫廊通常代理簽約嘅藝術家，佢嘅作品呢未必係容易成為轉售對象。而大型畫廊吸引嘅買家，除咗係收藏家，更容易引嚟私募基金 （family office） 甚至係投行嘅藝術投資部門。佢哋嘅目標係尋找下一個具升值潛力嘅作品，所以畫廊同藝術家之間必然有簽約合同。不過法律合約有期限同埋追溯期，最常見嘅問題係合約期過咗之後未出售作品嘅持有權法律定義好容易產生模糊。呢啲作品到底應該歸還俾原作者定係應該由畫廊負責出資收購咗佢呢？若然畫廊出資收購後再轉售俾第三方，但又未獲得著作人嘅使用權允許同埋認證，甚至乎原著人否認嗰個作品，會唔會又面臨著作權侵權問題呢？縱觀今日大型畫廊好多都已經準備有法律顧問防範，喺合約結束前簽妥晒免責聲明。
但係都難免有漏洞存在。最麻煩嘅咧就係雙方陷入法律對壘，既浪費公帑同埋時間，更加損害雙方嘅聲譽。已經流出咗喺市面嘅作品，隨時失去帶有投資目的嘅收藏價值。除此之外，雖然藝術品睇上嚟似係具有獨有性，但當某位藝術家嘅價值被市場發掘，作品價格攀升，特別係某一啲收藏家早年收購嘅作品唔再喺市場流出，而且收藏家身份隱匿，就好容易造成高仿製品流入私人市場。有啲嘅高仿品甚至能夠係蒙騙經驗豐富嘅鑑定師，仿品都過得關啦，假嘅證書就更加容易偽造。若然畫廊喺一級市場出售藝術品嗰陣，已經利用 NFT 嘅不可試改技術，令到佢掛鈎藝術品同步轉移持有權，成為一項喺 blockchain 上嘅認證，並且清晰咁定義作品速處涵蓋嘅持有權條款，包括藝術家嘅著作認證、畫廊嘅銷售認證、作品初次出售日期、藝術家對作品提出嘅使用限制條款，以及係藝術品嘅轉讓禁售期。咁樣即使藝術品未來進入次級市場轉售，甚至乎係站上國際拍賣舞台，作品同 NFT 認證就係捆綁嘅完整一體。一種 NFT 就唔再係單純嘅投機工具，而係將技術真正咁應用到商業藝術嘅用途上。即使收藏家透過拍賣行進行收藏品代管，特別係收藏量龐大嘅私募基金同埋 family office， 因為 NFT 仍然係保存喺收藏家手上，就能夠更容易去進行盤點管理同埋控制權交接。呢項技術仲係未曾喺藝術產業實現嘅原因，係目前 NFT 雖然喺 blockchain 上有雛形，但係佢嘅連結依然好依賴住平台伺服器，唔似係 Bitcoin、以太幣呢啲嘅虛擬資產可以完全公鏈化儲存喺去中心化嘅 IPFS。但我相信隨住 AI 算力技術提升，要達成 NFT 完全去中心化，只係時間上嘅因素。提到藝術品投資，比較片面嘅諗法呢，就係買入一件具有潛力嘅作品，然後等時間過去，期望佢升值。今日確實有唔少嘅收藏家係以呢種嘅模式進行藝術品交易。喺呢個科技化嘅世代，我認為藝術產業係最具備崛起嘅機會。正如將前兩項技術拉入去價值體系，當全感官沉浸式藝術體驗同藝術持有權認證結合，藝術品可以唔再係處於被動嘅等待，而係能夠主動咁樣為持有者提供價值收益嘅機會。擁有藝術品持有權嘅人可以將作品透過出租展示權舉辦科技化嘅作品體驗展覽，特別係具有歷史背景嘅藝術品，通過科技活化，能夠俾更多人有機會去接觸，而唔係淨係喺拍賣會場上睇到作品被高價投出之後，就長期沉寂喺某個身份匿藏嘅藝術家手上。當然呢個可能需要配合埋私人藝術館或者係藝術博覽會嘅專業策展協助，容許收藏家喺唔需要公開原品，更加冇需要轉移實體藝術品嘅情況下，透過結合 MR 技術嚟公開展示。受限於法律同埋稅務因素，好多嘅收藏家唔願意去公開個人身份，但係 NFT 恰好就係能夠隱藏身份下證明作品持有權嘅最佳工具。持有人能夠透過出租賺取收益同埋分成。若果作品係當代藝術，而且喺初次銷售嗰陣已經係注明版權分成，原著藝術家甚至乎可以通過持有人嘅出租行為賺取版權抽成，成為藝術創作者嘅實際金錢支援。或者呢一種做法會促使咗部分嘅投機者透過喺初級市場大量咁去買入作品，但相較於因為作品冇辦法去出售而可能被埋沒咗潛力嘅藝術家，深化產業嘅資金池對成個發展仍然係正面大於負面。而之所以會出現呢種嘅情況，正如我之前嘅片所提及到，當上游產業變得更加難去加入，冇辦法進入上游嘅資金就會向下游尋找新嘅市場機會。因為若然冇人去參與，根本就講唔上價值，更加唔好講話佢價值提升。喺先前嘅片我講過，投資銀行同埋私募基金都係參與藝術市場嘅投資。不過對於一般大眾嚟講，呢個 market 至今仍然好難去接觸同埋參與，因為個門檻實在太高。藝術品嘅價格唔似係股票每日可以波動，若果未經拍賣行公開拍賣，根本冇辦法得知最新嘅市場成交價。同一件嘅藝術品更加唔可能頻繁轉售。作為資產，佢嘅交易流通性甚至乎比房地產更低。
若然未來藝術市場嘅發展能夠好似我前述嘅構思路線圖咁樣去成長，喺冇需要束手轉讓嘅情況下咧，透過藝術品展示權出租，以科技化展覽帶嚟靈活收益，咁樣藝術品就有條件成為一種能夠產生投資收益嘅資產，而唔係淨係祈求賬面升值。特別係對於投資銀行同埋私募基金，藝術市場目前雖然小眾，但係隨住拍賣價屢創新高，喺缺乏其他價值產出嘅情況下，藝術品存在極大嘅價格泡沫。因為一旦市場冇人承接，或者作品破損被銷毀，即使已經係做咗投保，佢嘅最終價值亦等同歸零，風險極高。藝術品唔似黃金，黃金嘅實際用途其實都唔高，更難生成額外價值。佢嘅優勢係喺物理性質穩定，地球存量有限度能夠作為貨幣嘅支撐，但係藝術品唔可能用喺一方面，所以一個產業更需要一個能夠走出去嘅機遇。AR 技術加上 MR 展覽體驗，能夠活化藝術品嘅展出用途。NFT 確立嘅持有權能夠帶嚟出租收益。Blockchain 認證同埋算力儲存技術嘅提升，能夠為投資機構提供量化藝術品價值嘅依據，例如計算藝術品嘅年度收益比、再拍賣價預估，乃至藝術品嘅抵押融資價值。有咗呢一啲嘅 data， 藝術品投資就能更進一步金融證券化，成立 REITs 或者係一籃子嘅 ETF。今日雖然 Masterverse 呢啲嘅平台提供到投資藝術品指數，有意嘅參與者可以透過平台買入單位，雖然係持有住美國 SEC 合規發牌，但呢個淨係屬於封閉式私募基金形式，並未可以喺公開市場上市交易。情況就類似透過保險公司買入保險基金，冇辦法喺一般嘅次級市場買賣，只能夠直接向基金進行買入同埋贖回。若然能夠通過監管機構批准同埋認受，成立公開發售嘅上市交易所基金，藝術品投資將能夠被快速納入資產配置，藝術市場將能夠以8倍嘅規模快速擴張，產業亦將迎嚟巨大嘅熱潮同埋發展。而更關鍵嘅重點係呢個產業最需要嘅係人。產業鏈嘅人才構成包括藝術家、藝評家、策展人、銷售顧問、藝術修復人員、藝術教育工作者等等，呢一啲都係好難俾機器同埋 AI 取代。更重要嘅係藝術存在嘅意義，係賦予人類生活色彩、陶冶心靈，以及聯繫人與人之間嘅文化交流。AI 同電腦程式係唔存在住靈魂嘅交集，更加冇辦法觸及人類嘅心靈需求，所以藝術產業先能夠持續1000年存在至今。我係 Lockin，加油！